聖誕北上救星，自由鳥數據卡孖裝66蚊2張，免實名免翻牆，仲有機會抽機票。聖誕節就嚟到啦，諗好去邊度玩未呢？如果同班 friend 諗住北上深圳食飯按摩，或者過澳門感受下聖誕氣氛，最頭痕嘅應該係上網數據。買卡要實名登記，用自己嘅香港卡又驚漫遊貴，搞到出發之前頭都大埋。不過今次可能唔使再煩啦，因為自由鳥趁聖誕推出咗個孖裝優惠，聲稱可以免實名、免翻牆，仲有機會抽中雙人機票添。係唔係真係咁着數呢？版主同大家一齊去睇下。孖裝66蚊2張卡，今次優惠嘅玩法好直接，就係要買孖裝。你需要喺自由鳥網站揀選內地及澳門3日數據日費呢一個計劃，然後再揀2張全新嘅澳遊 SIM，最後喺結賬嘅時候輸入優惠碼 C33，咁就可以用66蚊嘅優惠價買到2張數據卡。計翻條數，即係每張卡只需要33蚊，就可以享有3日每日1GB全數據嘅用量，而且數據係逐日計算，唔需要連續3日用晒。亦即係話，你可以分開2次短 trip 嚟用，又或者一張自己用，一張分俾同行嘅屋企人，都幾有彈性。對於聖誕期間上去玩1-2日嘅行程，1GB嘅全數據應該勉強足夠一般嘅地圖、通訊同埋輕量嘅上網。但係如果要狂睇片，咁就可能咧要留意下用量啦。我哋再嚟睇下佢嘅3大賣點：免實名、免翻牆、全線 OK 即拎。除咗價錢，呢一張卡仲有幾個聲稱嘅賣點，對於北上嘅用家嚟講，可能都幾吸引。第一係免實名。眾所周知，而家喺內地使用數據服務，基本上都需要實名登記。自由鳥標榜免實名，可能意味住佢係以境外漫遊形式提供服務，避開咗內地嘅實名要求。對於唔想搞登記手續或者係幫長輩買卡嘅用家，的確咧方便好多嘅。第二係免翻牆。呢一點對於香港嘅用家嚟講，可以話係重中之重。一般內地嘅 SIM 卡都會受到網絡防火牆嘅限制，冇辦法直接使用 Google、WhatsApp、Facebook、YouTube 等等香港人慣用嘅服務。如果呢一張卡真係可以做到免翻牆，咁即係話你插卡之後就能夠如常無障礙咁樣使用所有嘅網站同埋 App， 唔需要額外去設定 VPN， 咁樣就真係解決咗最大嘅痛點啦。第三就係購買同埋取貨靈活。你可以選擇即時啟用嘅 eSIM， 或者選擇到全港嘅 OK 便利店嗰度拎取實體嘅 SIM 卡。對於即將出發或者係想提早準備嘅人都好方便。仲有一個終極大獎，將會有機會贏得雙人來回亞洲嘅機票，大家當係 bonus 咁就好啦。千祈唔好為咗抽獎而瘋狂購入喎。